后来继续要来讲新制劳工的退休金实施到今得要满15年了，所以为2005年开始投保新制劳退，共满60岁的民众，差不多为8月开始，就会当开始来领这个退休金，会当按月仔来领，或者是一概总甲领出来。也毋过实际来问民众，大家对家己会当领到偌济退休金拢无啥啥。劳保局讲，民众会当上网来试算，安尼比较靠法度来决定讲，到底是要做一概领，或者是按月仔来领。认真上班，就是希望讲会使早退休、早享受。要毋过讲到退休金，你敢知影讲你会使领偌济？大概知道，因为我大概有试算过，是蛮复杂的。电脑上试算了一下，对，然后没有多少钱了，挺复杂的啊。就是我至少我自己不是很会算。连真的银行总经理嘛真为难，真正无简单。劳退新制7月份就实施满15年啊，也就是头一批顺新制年资的劳工，只要满60岁，提交年资满15年。8月左右就使准备领钱。到我们的医化服务系统做线上的申办哈，那或者是说他也可以填具书面的这个申请表哦，那可以寄到我们劳保局来。以一个月薪水36000块的劳工来讲，30岁做实到65岁，投保35年。头家每个月提交6%，等到要领退休金的时，一个月差不多会使领10414块。若是家己有提出6%，会使领差不多20828块。但我毋是试算了后就领会到。有不一样吗？有吗？因为民众退休金，政府会先用来投资，趁钱了钱无共款，嘛影响到领到的钱。是讲民众会使先上网络算看卖，到底是做一摆领较好，还是逐个月来领较会好？